很高兴在这么寒冷的天气能够见到你，请跟旁边的人说你很棒。你很棒。好，邀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快一点，我们一起来拍手。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惧怕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快点来！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哈利路亚！我们拍掌将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是的，耶稣是生命一切的解答，也求圣灵在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圣灵的水流不断的涌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急切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生命请你来自由运行着地，
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圣灵的江河，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圣灵与我们同在，谢谢神是如此的爱我们。耶稣降生，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罪人而来，我们全心向你称谢，我们愿成为器皿，为你使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真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从头再来一次。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真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心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来到你面前，我来到你面前。是的，主，来到你的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
祷告，唯一的呼求就是能够得着你的喜悦，能够让你来拣选使用我们这卑微的器皿。如果我们愿意谦卑，必要成为贵重的器皿。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会当做伙伫这，透过兄弟姊妹生命的见证，无论是伫网络，也是伫实体，阮透过阮的生命的经历，要彼此伫这来激励。我们要透过彼此的激励，让我们的生命有扶持，我们的生命有学习，我们的生命有分享。主，谢谢你，今天晚上的祷告会，借着见证进入到神你的同在里面。初代教会这些弟兄姐妹如何经历在彼此分享交通擘饼、彼此交接的过程当中，看见神你的同在，就带来了复兴，带来了神迹奇事。神，我们也渴慕在我们当中，就像圣经所讲的同心合意。谢谢主，是同在神的心意。开我们的心，让人明白你的真理。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牧师最后一次，然后最后一次在迦南教会，我们牧者团队最后一次透过这个周三的祷告会哈，因为跨年祷告会我们就不参加了哈。我在想说要讲什么，今天也透过我们的区来见证了哈。刚才说会紧张，对不对？如果我们要见证是神的大能，那我们不需要紧张，因为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在讲，而是圣灵在讲，圣灵在帮助我们。所以每一次我们在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我们如何去经历神的同在，神奇妙的作为。我们要一起来看《使徒行传》，我们很熟的这一段哦。2章，如果有机会去看第2章，从头到尾把它看过。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一起来。使徒们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人人都因此起了敬畏的心。全体信徒聚在一起过团契的生活。所有的东西大家公用，他们又卖掉田产家业，按照个人的需要把钱分给大家。他们同心合意，天天在圣殿里聚会，又分别在各人的家里分享爱宴，以欢喜纯洁的心一起用饭。颂赞上帝，跟人人保持和睦的关系。主天天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要愿上帝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哦。这段的经文是在五旬节，在圣灵降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如果你去看前面有讲方言嘛，讲方言时，就讲恁是咧酒醉哦，啉酒啉到酒醉，黑白讲话是无？但是透过彼得他的讲道哦，让人扎心哦，气场人的心哦，然后呢，就有几千人受洗啊，还记得吗？使徒行传第2章有记载说，从各地来的，对不对？他们要回来过节哦。然后那一天，彼得讲完，然后扎心，然后呢，好多人他们就回应了这个真理，然后呢，多少人受洗？那一天哦，3000啊，家你的边讲3000人啊。你可以想象吗？可能在一个如果去马可楼的话哦，
可以当逮偌济人，差不多120个呢。如果你有去那个以色列，因为我应该有的有去过，那怎么装啊，对吧？但是神就很奇妙，就是1天3000人，然后呢，你如果看最后面，他说天天怎样，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了，我们渴慕吗？真的吗？一天3000人啦，钱起来教会你赚得掉的。爱餐就出问题了，对不对？对不对？我们羡慕数字，但是如果那个数字进来，我们有没有配套？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哦。所以初代教会为什么后来选执事啊？吃饭出问题啊，所以就彼此这样啊，恁会那遐济，阮会那就较少。但是这里我要讲的就是说，后面怎么样让这个弟兄在一起，然后他们可以在店里、在家里爱宴，彼此交通、吃饭。他们在那个时代这样吃饭，然后彼此激励。那我们现在一起吃饭，可能也会被人讲话，不是吗？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呢。初代教会他们会复兴，就是因为彼此的和睦关系哦。所以今天牧师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为什么可以经历神迹奇事？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存敬畏的心哦。你有敬畏无啦？还是讲人咧讲见证，人咧分享见证啊？你的妈逆东风呢，就是好像不当一回事啊。如果你存敬畏的心，有这样渴慕，神啊，他经历我也要，有没有那种心呢？圣经有好多说，你敬畏，你存敬畏的心，敬畏耶和华上帝，无论大小，有没有？主必赐福嘞。所以敬畏是让人经历神迹很重要的哦。你敬畏上帝，上帝就看重你啊。敬畏，你知道这位神是后世百物的啦。我最近经历很多哦，但是我看到有一些的牧长，特别我们在开拓教会哦，对我讲的就是。你吃好大油啊，很辛苦，或者是说干我可怜，我就问他一句话哦，这些都是牧师啊，大部分的，我就问伊讲你有信上帝不？你有没有信上帝？你有没有相信这位上帝是后世百物的？你有没有相信这位神是供应你足够有余的神？阿们吗？真的吗？这是要用信心来经历的。当你一直在付出的时候，还没有看见的时候，你真的相信吗？牧师在过去大概快30年的牧会生涯，经历的好多哦，从环境、天气，一直到财务等等。过去我有开拓的经验，所以我知道那神是使无变有的，供应足够有余的。所以这次神呼召，我真的说，神啊，真的吗？这个时候你还这样搞我吗？对不对？都快退休的年资了，对吧？你还要这样搞我吗？但是我不敢不从，因为我知道这位神是值得我们敬畏的神。弟兄姐妹，当神向你说话的时候，存敬畏的心来回应他的呼召，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服事哦。如果你没有回应，神会兴起其他的人，可能是让人看不上眼的，但是当他愿意的时候，神就会使用这些。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他们听讲道，如果没有存敬畏的心，他们没有办法经历神迹奇事。
所以每一次我们在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是不是存敬畏的心？不管讲员是谁，我相信讲员神透过每一个讲员，能够透过他的真理，使我们得着自由。但是有时候我们都会喜好，我喜欢听这个人讲道，喜欢听那个人讲道。如果我们存了敬畏的心，我们就会想说，今天神要借着可能讲员这一段的经文，要向我说什么话，要对我讲什么话，那你的焦点是在神，不是在这个人。因为牧者只是神的器皿管道，神今天要这位上帝要爱透过无同款的牧者来讲什么款的，所以我们存敬畏的心，你就听得进去，你就能够明白。第二个，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团契的过程当中，所以有人就会拿这个，哎呀，对啊，要回复那个团契了，不是这样了。fellowship 是一种关系啊，是一种关系哦，不是那个名啦。不管小组啊上面不重要，重要的是彼此之间的关系呢。所以我们今天搞错了，都会把那些制度化，或者是把那些名词定义化。今天他在那边讲的是生活，好吗？生活中间彼此的关系，我看到你没有，我可以怎样分享啊？凡物公用，这很不容易哦。他们的 kibbutz 就是这样，初代教会或者是以色列的 kibbutz 啊，集体农场就是这样哦。那我们看到这个不容易啊，因为后来出问题，有人就失心，然后藏起来干啊，对不对？然后真的都拿出来吗？是啊是啊，结果完了，给他出了挑伊啊。所以如果真的要凡物公用，要诚实啊，就是彼此有这样的分享啊。我们看到这边的关系，就是看见你的需要，我就帮补；你看见我的需要，我就给予。他们彼此在店里，还有咧伫厝啊，不是每一个人都请得起啊。但是那些愿意人，他们分享了，你看到什么？神就加倍，更较最后一。他们在一起吃饭、爱宴，他们存了什么？圣经。我很喜欢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啊，他说以欢喜纯洁的心一起来用饭哦。其实吃饭也是一种神学，你知道吗？吃饭也是一种关系的建立啊。吃饭可以透过 table talk 可以分享生命，分享见证，分享意象。所以要吃得对，吃的如果不对，只是在那边批评，那不好。如果彼此在吃的过程当中，可以彼此鼓励，彼此透过信仰的这样的提醒，我觉得那个饭是吃的很棒，对不对？是一种激励，是一种这样可以彼此来帮补的。最后一个我们看到人和啊。人的和睦，同心合意。其实同心合意的关系就带来什么？神的赐福。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人怎么样？众人得众人的喜悦。很多社区的朋友在问我好舍不得哦，我说天下总有怎样没有不散的宴席嘛但是不会很远啊。不过我觉得这些社区的朋友，他们都是到了什么临门一脚了。说牧师，我都快受洗了。我说你看上帝不要看人。我很期待，就是不会因为人使他们跌倒。很真实，我都差不多要受洗的那种阶段了哦。我们只可以鼓励他们帮助他们，然后让他们能够遇见神。所以同心合意、和睦带来什么？得救的人数增加。一间教会如果同心合意，你看到那个得救的人数就会不断的增加。如果不合
你看教会就分裂了，没有人想要进来。感谢主，过去我们看到这些社区的朋友，不管是什么样的班，其实社区的事工跟牧区在配合，你知道吗？前面刘牧师很用心在经营，后面我们配搭。其实这些弟兄姐妹、社区的朋友，他们的心都很柔软。包括在场的，因为社区的事工，然后据点或者是其他进来，所以弟兄姐妹不是因为人怎么样做，而是从神上帝要爱咱做什么。愿上帝来帮助我们看见是灵魂的价值看见的是这些需要了。唔当牛调来安怎？唔当牛调来得搭牛母啊！神不喜悦，神喜悦就有看，然后看到这些。如果你的眼光是看到这些世上的灵魂，就不会这样。我们真的很用心在这些世上的灵魂，然后关心他们。愿上帝真的提醒我们。如果只看见这些权势权柄，那这个教会糟糕了。如果你看到是灵魂得救，灵魂上帝不愿意有一人怎样沉沦，愿意万人得救，那这个教会就会越来越兴旺。牧师最后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也希望家人教会是不断的倍增。我们未来的恩膏27是不断的倍增，阿们吗？感谢主还没有去就很多人介绍说因什么人住里因什么人住里没有长老会。我相信我们每一次要做的事不是偶然，是特别上帝的命定。不然我跟上帝说，我假爸想赢了，房子还要自己租，还要付上代价，搬家很累呢。最近搬到腰都很痛哎。不过我看到我最近接触的这些人，大楼的管理中心的经理，我住的那地方的一些管理人员，我感谢主，我跟他们接触其实他们都很渴慕，你知道吗？愿神来帮助我们，教会在哪里？是让那个地区因我们得福，阿们吗？你在哪里？你代表教会，你是教会。你在哪里？那个区域、那个社区就会因你得福，好吗？阿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赞美你，你让初代教会因为你的真理扎心，然后他们存敬畏的心，彼此擘饼。爱宴、交通、彼此分享、生命的交流，我们就看到这些未信的人，每一天你加给他们。我们看到是神同你的心，在你的爱里面。神，我们真的恳求你，在这个世代，特别是这个环境一直在改变，人心人的人情一直在淡薄的过程当中，神让我们回复到起初这个爱你的心、爱人的心。我们也真的恳求你施恩赐福，让你的教会是拥有你属天的权柄。当同心合用，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如何倍增，我们也期待，因为神的同在。敬畏上帝，所以你喜爱他们，你也把这些社区的人群给了初代教会。我们相信一个教会，包括我们自己在哪一个社区，我们跟人建立好的关系，有和睦的关系，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家庭也能够成为祭坛，我们的家庭也能够成为人遇见上帝得喜爱的这一个救恩的据点。恳求神来帮助我们，上帝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你的
高小的时阵，是被你称为好搁尽忠的萝卜。感谢主，谢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在这待降节期当中，将你的平安喜乐赐给凡渴慕你的人。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崔恩长老第9区来见证哦。好，大家平安啊！今天外面天气有点冷哈，但是我们这里有没有温暖？有温暖哦，哈，这里蛮温暖的，因为我们有一颗火热的心啊，迫切的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见证哈啊，我们要一起来见证神的大能啊。刚刚牧师说的，神是丰丰富富供应一切的哈，那所以我们要来分享神。供应一切所需，神是丰盛的神，神是预备一切的神，神是有医治大能的神。好，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听看，神在我们这些姐妹身上的作为，以及他们的经历，怎么样经历神的丰盛。哈，那我们第一位，请我们的丽英组长。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丽英。我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虽然我有父亲，他也是基督徒，但是他从来没有好的父亲形象在我的心里。打从家族生意倒闭以后，他就一直怀着赚大钱的梦想，卖房子、借高利贷、乱投资、做直销。为了躲债，我们一直搬家，直到我成年。他甚至告诉我，我只要拿你的名字去借钱，又不会叫你还钱。为了他的梦想，为了他的借口，还被高利贷追着跑。我也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为他还债，因为他从来没有拿钱来为我还债，让刚出社会的我背了一身的债，也害我的母亲为此入监服刑7个月。为此，我对他非常非常的不谅解。我心想，为什么做错事的人反而可以无罪，甚至全身而退呢？他长得一副很勾引的样子，在别人的口中，他是一个好好先生，在教会里面，他也做执事。但他对我说话的那个嘴脸，我看得很厌恶。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基督徒好可怕，在教会说的一套一套，在家里那副嘴脸，我觉得好恶心。我可能选择嫁给非基督徒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吧。印象中他总是不在家，过年过节也都不在家，朋友比家人重要。在我人生每一个重要的阶段里面，他总是缺席。对他来说，我大概是他利用的工具而已吧。对我来说，他只要不闯祸，我的日子就会好过。在他身上，我吃了很多的苦，也厌恶他的存在。甚至他的骤然离世，我也没有太大的悲伤，只有松一口气、脱离苦海的感觉。很多牧师总是会说，天父的形象就像父亲的形象一样，是那么爱我们，是那么的爱我们到底。但是我每次听到这些话，我心里就会觉得很有挫折感。我没有办法想象什么叫做父亲的爱，更联想不到他跟天父的爱有什么关系？对我来说，只有伤害。10月底的一个机会，我回到台南娘家，我的双胞胎妹妹告诉我，她在梦中梦到我的父亲，在梦中她跟我的妹妹道歉。我当时心里想，我也是被害者啊，为什么你去他的梦里道歉，没有来我的梦里道歉呢？虽然我这么想，但是其实我也没有很在意这件事到底重不重要，到底要不要跟我道歉。在我心里面的这个伤口，时间久了我也就习惯了，不会去想，也不会影响我现在的生活。但是我们的神就是一个很奇妙的神。上个月杨宗生牧师来教会陪灵会时，当他做第一个祷告，他说要为在父亲身上看不到天父形象的人祷告。今天上帝要医治你，
我听到我都要跪下来了，我哭着走到台前，牧师为我按手祷告。原来我的什么事情，上帝都知道，也怜悯我一直以来受伤的心。牧师的每一句话都刺中我的心。上帝不但医治我的身体，也医治我的心灵，让我在这个时刻，那被伤害破一个洞的心，上帝也要修复那个温暖拥抱的感觉，充满亮光的时刻。我觉得我心里面的伤口被上帝摸到了，他让我从此以后走出被父亲伤害的阴霾，被天父拥抱的美好。感谢主，因为主你什么都知道，连这点小事主你都要处理。感谢爱我的阿爸天父，归荣耀给你，阿们。谢谢丽英组长哈，他的见证真的是很令人感动。那在丽英的身上，我真的是，我觉得他真的就像圣经里面讲那个玛利亚一样，他常常在主的脚前，真的是在主的脚前。那就觉得在他身上，在每一次小组的聚会，都常常可以听到他大大小小的见证哈，就是因为他真的常常在主的跟前这样子，然后摸着神的心意，神我就觉得神特别爱他这样子，所以神真的是就像他刚刚见证讲的一样，他知道他可以当作没这回事，就像我们这礼拜主日牧师讲的，当作没这回事这样子，好，也就这样子过了。但是神都知道，然后就这样子也来医治他哈。真的是谢谢丽英组长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要请纯静姐来分享。两位牧师娘，还有我的区长长老我的2位小组长大家晚上平安。那我今晚来分享3个小故事，但是这个故事都不长也是今年从年初开始发生到现在为止这样子那朋友约我上虎头山的时候，我手上拿很多东西。那拿东西的时候，我到傍晚要回去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的钥匙我再怎么找都找不到。找不到的话，我就叫我这个朋友载我回家。那我就回家去了。回家去的时候，第2天，我朋友他又上山了。他上山的时候，他赖一张照片给我，说，纯静这个是不是你的钥匙？我说，对啊，你怎么发现？你在哪里看到？他说，我要上山的时候，因为我朋友他常常上山，刚好无意中被我看到那个挂在树上那一只钥匙，所以我就想看说是不是你在找那一只？因为我那一天一直找，从傍晚找到晚上都找不到那我骑车回家的时候，我就说神啊，你怎么这么神奇？我只有在昨天晚上祷告，那你就听到了，你就让我载我回家那个朋友，他来发现这一只钥匙，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神真是太神奇了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2件事情呢，就是我媳妇接连那个2年生的一个孙子一个孙女那我是帮忙带的。那我在帮忙带的时候，说真的，我年纪那么大了，我带的时候也真的很累那不是说小孩子不乖，或是说我媳妇怎么样，其实都不是，是我自己身体的关系。所以我就又开始跟主祷告，我说主啊，你能不能帮助我，让这2个小孩子去读书？那这小孩子去读书以后我就会使出来我就会使出去世界行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子跟主祷告那第2天小孩子，我儿子媳妇他们就去找学校啦找学校的时候，学校都每一家都客满，每一家都额满了，也没有名额了，只剩下离我家最近那一家幼儿园居然要抽签呢他说只有欠4个名额。我说
那没办法，那就去抽吧，哦，那就是跟着去抽。啊，那一天晚上，哦，当然我心里也有准备了，我有准备了，第二天我要怎样面对那个事情。结果第二天，那我们都去，因为他那个抽签一定要现场实况转播嘛，那所以我们就坐在我媳妇儿子都坐在那边啊，坐在那边的时候，他就抽第1名、第2名、第3名，开始我又紧张了，我又开始祷告，主，你这一次一定要帮我，你一定要帮助我，你不帮助我，我就没有办法出去玩啊，所以第4个的时候，居然是抽到我 Q 榜，哦，抽到我孙子。哇！我跟我儿子跟我媳妇，我们抱成一团，在那边跳来跳去，跳来跳去，一直太高兴了，太高兴了。那妹妹也是去找那个托婴中心，也是找不到，找不到的时候，结果偏偏我 Q 宝抽到学校的时候，妹妹的托婴中心打来，说有一个家长他的婴儿他不来读了，结果第2天我妹妹又去读书了，啊！我真是太高兴了，哦，我真是太高兴了，我要感谢主啊！那第3件事情呢？第3件事情要说到我了，说到我自己了，啊，那个，我4月的时候去抽血检查，抽血检查的时候，医生说我的高血脂指数太高，我说那医生我如果不吃药的时候呢，可不可以？啊，我用其他方法让我血脂降下来，医生说不行，你一定要吃药，你不吃药你就会中风。哇，我听的真的是，一方面也担心我的身体啦，那2方面也怕我小孩子去欢乐啦哈。那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了，我就说，那我一定要减脂。那我本身又有血压，血压是家族的哈，我们家兄弟姐妹，我妈妈他们都有血压。然后我一直认为是家族性的血压，其实不是。我跟你讲。我下定要降血脂的时候，我顺便也把那个肉减掉了。你知道我减了几公斤吗？我减了8公斤，1个半月。我小组的人都可以帮我做见证，因为他们觉得我生病了。他觉得我生病了，为什么突然变那么瘦？其实我是有秘密的，我都不讲。后来这个秘密我也是因为主，你知道吗？也是祷告，说真的，主为什么对我这么的对我 Q 宝啊，这样对我 Q 宝哈，都是很照顾，非常非常那个。那这一次我真的非常感谢主啊，因为我没有这个耐心，我没有这个恒心。那我开始第2天，我前1天晚上又祷告了，开始说主，这一次你一定要帮我，不管怎样，我希望你给我信心，给我力量，给我足够的勇气啊，来让我。这样子，哪怕是你让我减1公斤也好，你不要让我的头再痛就好了。我的血压一升高，我就开始晕，啊，就这样子，哦，你只要让我这样1天好好的过去就好了，哦，那个我也是这样子跟主哈去祷告，就是什么代志拢求告主啦。哦，就是这样子，这个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哈。那对我来讲哈，它是我信心的来源哈。我们就这样子哈，我是依靠主来继续走下去。那我是吃什么？我只有吃什么蔬菜，肉呢？鸡胸肉、鸡蛋，我就吃这样子。那我们小组人很多人都为我担心，我突然怎么变成好像脸色上没有血色这样子哦，我拢不爱讲。我拢袂讲，我等到我这有好过了，我才要去讲。哦，那我7月的时候，我再去检查身体。我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哈，我的报告哈，不是一片红嘞，我是一片的，拢黑黑的，拢回正的，都回正的嘞。那所以哈，我血压降了，我血脂也降了，我的肉也少掉了哈。后来，但是我的胃开始不舒服。我的胃非常痛不舒服，还有我的脚哈，像针在刺我一样，这样子这么的麻哦。那我那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为了血脂降、血压降，我就牺牲了一些肉，但是不行，我换来的哦，就是我的胃在痛哦，我脚在麻啊，我觉得这样也不对劲啊，也不行啊。
后来你知道吗？我想到了谁？我想到了应验牧师。因为有一次来做资源整理的时候，应验牧师跟我讲说：“纯净，你爱运动。”应验牧师对不对？告诉我就是纯净，你一定要运动。他那时候可能是看我胖的肿的不像人了哦，那所以他就给我一个很好的忠告。后来我就发现到说，不管我死马当活马医，我每天清晨，我的闹钟一定是5点40把我叫醒，不管你天多暗天多亮，我就是那个时间要醒来啊，因为我都是9点半的时候9点多要睡觉，所以我今天我要出门的时候，我儿子就讲：“妈，你这个时间你怎么要出去？你要去教会做什么？”我说：“我要去做见证祷告。”啊，你不是再晚一点你就要睡觉了，你这个时间去教会，我就说没关系，我就去做，因为我们牧师讲说，我们这一次是我们第9期我们年度最后一次的见证啊，我一定要去把我的见证一定要讲给大家听。后来我儿子说：“妈，你要小心哦。”小心。好，那我这个运动，说到运动，那运动的时候呢，我就是这样子，每天早晨起床我一定要祷告啊。虽然我受洗不到几年那我一定要求告主，我一定要跟主说不管我今天运动的结果怎么样，总有一天我的胃不要痛，我的脚不要麻，真的。主有听进去呢，主有听我的话呢，听进去了。真的，我现在胃都不会痛了那脚也不会麻了。我就是每天靠我的那个健走，一直健走，我走差不多半个小时。那所以我现在真的就是跟以前就是都一样，但是我现在很好，我现在没有血压的问题那就是也没有一直在瘦下去了，那再来就是说，每天我养成这样子的习惯的时候，我很感谢我一路上陪我走过来的朋友，就是我们小组里面的阿娟跟阿秋，不管任何时候，他一定约我出去走一走。我不只说早上我去在我家附近那个乡间的小道上走，我有时候去爬山，他们都会约我，他们一定都留一个位置给我，为了就是我要锻炼我的身体，那我也感谢常常为我代祷的素丽姐，还有很关心我的，常常侍赖我的静文姐，所以我在这里一起跟你们说谢谢，谢谢。好，那现在就是说我3个小故事已经都说完了，说完了呢，我要现在来分析我第一件事情，你就说主就是很神奇的主，他是一个行神迹奇事的主。第二件事情，主是应许的主，你只要有求，他凡事必应许你这个就是我亲身的经验。第3件事情，主是加倍给力，还有给我信心的主。如果没有主的依靠，那我今天我什么都做不到，什么都不是。主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真神，他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这所有的一切就仿佛昨天才发生的事情。那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这个是在诗篇28篇第6节感谢主我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谢谢大家。谢谢纯净姐。纯净姐从受洗到现在她的那个进步是神速的，这样子一直在进步我们真的是每次在小组她很热情的分享那她真的是在每一件大小事上面都能够来经历神，然后她还有一颗很爱传福音的心那个热情这样子，真的是看到他的生命一直在成长很感谢主。那接下来我们第3位要请美秀。
各位朋友，大家平安。我是19组恩典小组美秀。我要分享神在我生病的过程当中，他如何用他大能的手托住我。在今年的复活节礼拜早上，我在圣歌队正准备献诗的时候，我发现我忽然间晕眩，然后呼吸困难，吸不到空气，然后我就去到圣保禄医院挂急诊。经过大大小小的检查，我被告知我肺栓塞，当时情况并不乐观，有可能需要开刀。因他们医院无法处理，建议我到长庚做，他们的设备比较齐全。这时候我接到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的病危通知。当下我其实很茫然，因为医生说有可能需要气切，但我很抗拒，想说要不然如果我救不回来，回天家也是一件美好的事吧。在这紧急的时候，神差派了很多天使，有教会的姐妹，还有区长、小组长，都前来关心。连牧师他也从礼拜晚赶到医院来为我祝福祷告。因为我的孩子都在台中彰化，没有办法马上来为我办理转院，都是透过教会的姐妹一路陪伴帮助。在抵达长庚医院要进加护病房前，神他很爱我，原本3个孩子都无法赶到，却都见到面了。在同一时间，教会也立即在祷告网发布消息，整个教会都在为我的病情祷告，感谢神。我在观察治疗后，并不需要开刀。3天后，我出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住了1个礼拜，出院。出院的时候，医师嘱咐我，因为病情不可以剧烈运动，要小心预防跌倒。因为我服用的药物是抗凝血药物，它血管非常的薄，非常容易出血，咳嗽不能太用力，也容易咳血。生病期间需要休养半年左右，再去工作。从发生4月份到现在12个月，过了8个月了。神保守我，使我的病情非常稳定，除了前期有咳血，后面的病情也都控制得很好。这个月初复查，电脑断层报告出来后，医生告诉我，片子上面之前大半左右的阻塞，现在都已经看不到了，它都已经疏通干净了。真的是很开心，因为医生告诉我说，你不用再吃药了，所以感谢赞美神，我现在是一个健康的人。阿们。我知道神他没有接我回天家，是要我在病痛当中学习如何依靠他。他让我明白他是掌管万有的神，一路上他带领我，使我顺服他。神他也应允我的祷告，他让我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原本我的工作是轮休制的，工作时间长达10个小时，但却因为这一次的生病，主管主动跟我讨论，他帮我的工作更改为正常班，每天8小时，而且6日都休息。当我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真的是哇，好开心哦！真是哈利路亚，赞美主！神，你是真美好，你是垂听祷告的神，你也是救我脱离病痛的神，是随时帮助我的神。诗篇34篇4到5节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感谢阿爸天父，他医治我的病，又赐给我一份工作，也让我恢复在圣歌队的服事。每个礼拜又可以到礼拜堂来敬拜他，他真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感谢神给我一个属灵的家庭，在这里有弟兄姐妹们
他们的爱与包容，使我在惊惶无助的时候，伸出援手帮助我、扶持我。谢谢迦南教会的会友，每一个他们为我代祷，感谢主。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谢谢美秀姐的分享。好，那我们看到她能够从接到病危通知到健健康康，现在健健康康的，还能够有稳定的工作，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哈啊！神在她身上真的是丰盛有余哈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请美英组长来分享，谢谢。牧师、师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第9区17小组的美英，我要来分享的见证是恩上加恩的恩典。在 RPG 的祷告当中，姐妹们常常为家人的信仰不断地恳求主带领我们的孩子们能够与神有美好的关系，并且带领他们一生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在今年的2月中，我们在 RPG 祷告的伙伴素珠姐，她跟我讲说：“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你媳妇怀孕了，而且非常的真实，我却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我连想都不敢想，连开口都不敢开口，因为年轻人有他们的想法，我都没有把它摆在心上哦。然后呢，可是如果有的话，嘛别拜了哈，对吧？那有一天呢，当我有一天在跟千南兄、跟美秀哈，还有我们的素珠姐，我们都有在做灵修笔记哈。然后有一句圣经的话就跳出来：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句话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就一直摆在我的脑子里面。那很快的3月的时候，儿子就告诉我说媳妇怀孕了，他并且跟我讲说：“你们2个老的结好势哈，你有没有拔豆？”我说：“什么事呢？”他说：“我是双胞胎耶，那有可能呢？阮家嘛无基因，因家嘛无基因，那有可能是双胞胎？不可思议耶！那是什么？那是神奇妙的作为嘛？您讲对不？是嘛哈？隔天呢，我就马上哦，主日的时候我就跑过来，看到千南兄，还有看到我们的丽英姐妹，这些姐妹们就围着我。我说：“我跟你讲哦，要5毛，那上帝给我1块呢。”他说：“什么事啊？”我说：“儿子媳妇怀孕了，双胞胎。”丽英说：“我嘛是双胞胎，我嘛赶快无基因呢。”安尼我都可以讲说，证实是上帝所赏赐的哈。好，那接下来呢，就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哈，期待哈，我们的小孙子恩硕恩浩就满月喽。好，满月之后呢，就要想起我说，12月到了哦，去年的12月我们都忙到快病给，对不对？今年不要啦，今年我就跟上帝讲，唔通啦，我的顾孙啦，像迄个纯静讲的啦，迄2个是足艰苦，你敢知影？月嫂来的时候，我要倒帮忙2个哦。而且我的2女儿就跟我讲说：“妈妈，我是安怎大汉的？”我说：“我要给恁饲大汉的。”讲无啦，我看你敢若袂晓洗身躯，也袂晓硬从上面呢。我说：“可是我都默默的做，当然是那个你爸爸都有做，在给你们看，说你们都有养你们，可是我也有份哦，不是只有他呢。”是不是这下子怎么办？双胞胎呢？要安怎？迄个考，你心电感应，好吧？就像准静讲的祷告啊，上帝啊，你要帮助我。你既然你允许我们这样双胞胎，你要帮助我。可是呢，有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再叫我做什么小组啦，什么报佳音啦，什么志工队啦，社区事工，先不要找我啦，找别人啦。我这么忙呢，媳妇要坐月子呢，怎么办呢？你知道我的能力有限找别人呐，就像刚刚那个丽英讲的，11月11号，杨宗生牧师来了，圣灵就提醒我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哦，心动就要赶快行动。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就去做吧。
好，第一个先打给丽英，丽英你要不要答应啊？我们要不要接啊？丽英说接吧。哦，你讲的哈好，安尼怎么来讲？结果就不断的接到现在很喜乐哈。我们早上还去报监，所以我衣服没有脱哈，对不对？哈，还是这样子哈，很感谢神哈。然后呢，其实在这个祝福的当中哈，我们感谢我们家的贵哥哈，他真的是很大力的支持哈，和教会同工，就像牧师讲的，同心合意很重要哈。就一群人完成一件事哈，是神所喜悦的。那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啊，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很感动，尤牧师他弹着吉他的时候，就弹这一首哈，我就回顾了哈，7年前对吧？尤牧师来的时候，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是很感动哈，这样的时刻哈，就是我觉得神的话哈，能够带给我们力量，使我们的里面那个老我那个小我哈，能够刚强壮胆起来哈。好，那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小组的力量真的是帮助我们，真的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哈。就像崔院长常跟我们讲说，啊，咧不是一个人行，那是规定人咧行哈，啊，一个人行那行真紧呐，啊，很多人走可以走很远哈。这小组哈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跟。那帮助我们在灵里面能够成长哈，所以哈一定爱来参加小组哈，对吧？我们的科长常常来跟我们讲了哈，有小组真好哈。好，那接下来呢，我要分享的是，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哈，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们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的喜乐而欢呼。这个是我们今年的那个约历哈的最后一篇了哈，我给它盗用起来哈，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每天我看到它，我都很喜乐很开心呐。大概呢，心中安耐心，神很默然爱你哦，你也爱他哈，对哈，所以我们就是求神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刚强壮胆起来。感谢主，将荣耀颂赞归给上帝，平安喜乐归给他所喜爱的儿女。阿们。好，我们恭喜美英姐吼，伊即摆是双手抱双孙，安怎无手通人棍，但是伊无手通人棍，但是拢会当搁出来做工安尼啦吼，有时间出来做工吼，所以他的那个热心吼，真的是。是我们的榜样这样子啊，哈啊，那我也很抱歉，因为我就当逃兵了这样，然后就不敢去报佳音，因为没有牧师，然后就当逃兵这样子，好，感谢主啊，这是我们今天第9区的分享见证哈希望我们的见证。能够见证神的大能，见证神的丰盛，见证神是给信他跟随他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的神哈。那盼我们的见证也能够成为大家的激励。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为教会的事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2章40节到42节，请。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要就自己脱离这些邪恶的人所要遭受的惩罚。许多人领受了他的信息，并接受洗礼。那一天，信徒约增加了3000人。他们专心向使徒们领教，参加团契生活，分享爱宴，一起祷告。我们要来为教会的事工祷告，我们为了信徒灵命更新稳定祷告，单独会组然后为新年度的各项事工计划，为同心合一建立基督的身体也为12月各项圣诞关怀活动见证来代祷那我们看见第一项，我们就是首先要来做的就是信徒的灵命要来更新，要稳定的祷告单独会组哈。那最近这10天来，刘牧师在家人之声里面都讲到
读圣经会有什么样？为什么要读圣经的好处哈？那真的是每一天读圣经，会让我们上帝的拯救真的持续在进行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成长。今天讲的我忘记是什么了。然后所以每一天都要来读圣经哈。那我们就一起来为着教会的我们每一位信徒的灵命能够持续啊，每天能够读经祷告，然后灵命能够成长啊，然后以及我们教会所要做的每一项事工，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上帝，我们谢谢你建立教会，主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属灵的家，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属灵生命的被建造。主啊，求你来赐给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渴慕你话语的灵，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来与主单独会主，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以生命得以被建造，好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竭力的来多做主工，让我们能够照着神所呼召我们所要来做的在教会来服侍我们的服侍也真的是合神主的心意来行让我们的教会是蒙受祝福的教会。主谢谢你，愿来保守看顾这教会在明年度的所有的一切的事工主计划践行我们真的是能够来合神你的心意来策划来做计划来建造合一的教会。主同在祷告奉主的名。主耶稣，谢谢你建立教会，让我们有属灵的家，使我们在这里能够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得着建造。主，求你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学习像初代的教会一样能够常常存着敬畏上帝的心，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彼此的连结，彼此的有和睦的关系。我们真是要求主你来除掉止息所有一切造成教会不合一的这一些纷争，这些言语，这些攻击。我们真是求主你来止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真的是常常的以纯敬畏的心来服侍也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求主你赐下那个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的知道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你不只是对牧者呼召，你不只是对核心同工呼召，你是对我们每一个信而跟随你的人，你都来呼召我们要在这个我们要成为那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我们要像彼得一样时时来分享见证，使那些在死荫当中的人能够见到神的光，能够带他们出黑暗入光明，使他们得着那最丰盛的祝福主，虽然在2024年我们的教会面临许多的变动，但是我们相信主你拆毁就必重建。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寻求那同心合一的心，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的是常常的能够恢复同心合意的一起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使我们能够共同来建立真正属神跟随神心意的教会，好使得救的人数能够天天来增加。也求主让教会在这个圣诞的节期，所有的福音事工
都能够撒下福音的种子，使人有机会来认识主，得着那生命最大的祝福。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爱。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亲临来，自由运行这地，生命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定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圣灵的江河，生命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我们欢迎圣灵的江河，生命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到这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我们要继续为了我们弟兄姐妹的身心灵来代祷。我们一起用这段经文一起来宣告说：我祈求上主，他就垂听。他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被压迫的人仰望他就有喜乐，他们永不至于失望。上主垂听孤苦无助者的呼求，他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上主垂听，他就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刚才我们听了弟兄姐妹的见证，离不开祷告，祷告神怎样垂听，有应许，有供应，有医治，好多。他们经历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所以我们为了这些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在年老衰弱的过程当中，神来保守扶持哦。特别是上个礼拜哦，我们的邱宏长老啊也有一些的状况啊，特别是在这个天气的变化哦，我们恳求主来保守我们的这些的年长者，我们的弟兄姐妹哦，那还有这些的癌症的哦，这些弟兄姐妹哦，在治疗或者是在保养的过程当中，求神来医治；在复健的过程当中，求神使他们有毅力永不放弃哦。恳求上帝来帮助他们经历那医治人释放人、垂听人祷告的这位神的恩典哦。不只是恩典，而还要怎样？恩上加恩哦。我们恳求主来继续，特别是来帮助这些最近失去亲人的这些的弟兄姐妹求主来安慰这些的遗嘱可以脱离这些的哀伤。我们在信心里面看见他们在神的那边好的无比哦。
我们一起来开口同声来祷告，来为他们祝福，求主来安慰、扶持、供应、医治。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到你圣人宝座面前，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你医治、供应、扶持，让我们在软弱当中能够被主来医治。主，我们要宣告你的供应要足够有余，主，你的医治要完全。主啊，让我们听见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是如何在这样的经历当中，你是使无变有，你是看顾、垂听、怜悯、医治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呼求你，你就垂听。我们呼求你，你就医治；我们呼求你，你就供应下来。主，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位爱我们、怜悯我们，也愿意让你的子民丰盛的那位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看见那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的，你就怜悯他们，你就医治他们，你就供应他们。在生活的所需，在灵里面的软弱，你扶持；在病痛当中，你医治。主啊，你垂听人的祷告，不是因为我们要你垂听，而是你怜悯我们。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困苦患难的当中，都知道能够来寻求你、呼求你、依靠你。愿你来赐福，特别我们好多这些老化之后的年老弟兄姐妹，他们如何面对他们的衰老他们的心能够更坚定依靠你。主，我们知道我们都心存盼望，在我们软弱困苦的当中，你来扶持。主，在缺乏当中，你是我们的牧者，供应我们足够有余。主啊，在我们失去方向的时候，主，你把我们带回到你的真理道路，让我们不偏左不偏右，向着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标杆直跑。愿你来赐福，也安慰这些失去至亲的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在哀伤的过程当中开启他们信心的眼光，看见这些亲人在主里好的无比。主，愿你就赐下你的安慰扶持，也愿你来兼顾最近出生的这些的幼儿，让他们的生命的成长，属灵生命的成长都有主的兼顾。也祝福这些孩子的父母，让他们第一个把信仰能够教导的，用祷告来养育特别是带领他们的儿女能够在主里面没有脱离到神你的恩典。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赐福下来，供应下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都有你的支油在滴。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再来一次来宣告，他是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将忧伤
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拍手将荣耀归给那唯一盼望的主。哈利路亚，主，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喜乐的泉源。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降下你的恩典，让我们每个人都是经历你丰富恩典生命的子民。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再次拍掌将荣耀归我们主。我们彼此来祝福说新的开始，新的恩典必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